个人围坐着做竹扫把，这个场景不多见了。我68岁的话，这个65岁对吧？这个70岁，只有这一眼的人、最沉的人会对吧？那么至于其他的没有了对吧？老人家手里迅速的捆绑，边说着这需要费力的手劲，向来是男人的工作。这把一次，把个第二次再2个合起来，合起来，第2个就第3个再合起来，第4个合起来，第5个合起来。家里的妇女就负责整理竹藤，迅速分工。顶着大太阳这样很辛苦呢。你来，让你撑住，我来帮你吧。不是，还去给做出做的。你还去给做出做的，如果自己做就可以，我自己来就可以。从40到70年代，桃园平镇东市庄就靠家家户户做竹扫把，销售苗栗以北地区。当时有个顺口溜：中立花生堂、龙潭大食堂、东市扫把厂，形成客庄产业特色。割这个不容易，它专门在很陡的山上割好几天，才叫一部车把它载回来这里。把山上采集的台湾芦竹等竹叶拿来加工，客家民众的生活智慧还善用月桃叶的茎，敲出纤维后日晒，就是韧性十足的绳子。最早最环保的绳子，因为是天然的东西，它势必会消耗嘛，那它就是越少越短，越少越短。那之后呢，就是当做肥料这样子。以现在观点，竹扫把是全天然环保的产物，可惜只有铁工厂还会指定拿来扫铁屑。居民们因此成立扫把馆，让历史文化记忆在岁月中。曾经是北台湾最大扫把产地，带来的璀璨岁月已经变成过往云烟了。可是我们看到老人家们还是好努力，要把他们手中会的记忆留下来。挨落的老唔听数，挨去家做手做的；挨落的老唔听数，挨去家做手做的。